想聽真係有人想聽 Novara 喎。竟然？你會唔會彈一個 acoustic version？好，慘到我次咧彈親我都好驚一樣嘢，就係有時唱翻自己歌，我真係好易唔記得歌詞嘅。唔記得歌詞係唔緊要，因為隻歌係你㗎嘛。滴答滴答嘅。呢個係一個新嘅 version。好啦，我哋嚟唱下 Novara 啦。好。呢副夜幕一直暗中接過，展露意象，盡植任你的寄望，翻動願望，感覺含落意識作動，星星在下，演動亂世的結局，以平人世界每面交往，還原人性的秘密渴望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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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vara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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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vara 某個微負扭會台將吉他大宇宙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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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vara Yeah 我好幸福啊，因為我就坐喺隔離嗰度聽。因為其實咧，我好少好近距離睇你哋嘅 live，即係頭先都有講過啦，傾偈。因為我哋係特登唔去睇你哋嘅 live，就係為咗想同觀眾一齊睇首播，有一個即係親身嘅第一身嗰個反應。咁所以咧，我係真係好少咁近距離聽你唱 live。係，所以而家覺得非常之開心。 Thank you 多謝。咁啊，頭先有點好多唔同嘅歌，不如你揀，你有冇話特別想唱邊隻啦？有人點祝君好啦，有人點一生何求啦，有人點 Superwoman 啦。咁啊，同埋咧就小編就覺得你表現好好啦。咁而家咧准許咗你過關啦。我必須要同大家講啊，嗰個過關唔係我話事㗎，係啦，即係我自己個世界咧，與神想幾時講幾多嘢，宣傳任何嘢都冇問題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呢個世界就想即係令到個節目精彩啲、豐富啲，咁啊真偏偏難到啦。咁啊，但係見到你神粉嘅咁熱情啊，所以咧你就任意宣傳你嘅演唱會啦。好啊好啊，咁12月31號咧就會喺呢個亞博啦，機場亞博啦，就會有我嘅 The Novara Ball 演唱會啦，跨年演唱會。咁嗰日咧係真係會好好玩嘅，同埋咧呢幾日咧其實我自己有啲即係比較投入啲去做自己編曲啦，因為我好想參與入邊每一個環節我都要參與到。咁近排咧就係做緊編曲，咁好快咧就會開始要排舞啊，要練 band 啊咁樣，所以好期待可以喺演唱會度同大家見面，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嚟睇啊！